来，美女，过来过来，来坐下坐下啊。先喝点这个啊。啊，哎，给，哎啊，哎，来喝喝喝，别客气啊。好。美女啊，你把这个放有毒药的酸奶给米拉日巴喝，我就把这个松耳石送给你。真的吗？亲爱的，我们有过那样的关系已经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？既然如此，我这就去送那个酸奶，您等着我。好的拿着。好。尊者您好。请您喝这个酸奶，这个酸奶，非常好喝。你这次送来的食物我不吃，以后送来我就吃了，明白了吗？你怎么拿着酸奶回来了？尊者他一定有未来先知的神通，他怀疑我了，不肯喝酸奶。你胡说什么？经书上没有讲到有神通的那种人，我敢保证他没有神通。一个乞丐那样的人有什么神通啊？你不要被他吓到了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可惜啊，我觉得他一定有神通，他真的不肯喝，我害怕，我不去了。松耳石，我也不要了。亲爱的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这个松耳石我现在就交给你。咱们既然有过那样的关系正如吃大蒜一样，不管你吃多吃少，气味是没有区别的。因此，如果你把那个事情办成了，咱们就干脆结为夫妻，同甘共苦。我的那碗一切财产都交给你管理。现在你快去吧。好吧。拿着这个。好。天哪，我终于得到这块松耳石了。如果真的像格西扎普巴说的那样，他好像没有神通，这就对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尊者您好。给您喝酸奶。
孩子，你做这件事情的报酬，那松耳石已经得到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喝吧。啊，松耳石是得到了，可是这食物，尊者您不能吃，里面有毒，赏予我这个害人精吧。怎么能给你？这毒药我若让你吃了，我不仅背心不忍，也违背菩萨学处，犯密宗根本大戒。特别是我的化度事业和寿命都将完满，往净土的时机已到，你这食物对我瑜伽是并无妨害，喝不喝并无所谓啊。不过，如果上次我喝了，你那松耳石是得不到的，所以不能喝。现在，你的松耳石已到手，也满足格西他的心愿，我就喝下吧。你俩做了此事，以后还要准备做许多事，但都不会如愿。你们两人后悔的时候，要诚心忏悔，最好是终生修行。但今后这样的大罪，即使性命攸关，也不要再做了。谢谢。一心一意向我和传承的弟子诚心祷告，除掉你的罪过。回家去吧。我走了。去吧，孩子。俗话说啊，言不尽信，非取全图。我只要把那毒物送到他口中就行了啊！你住嘴，放明白点吧！啊！